香港流傳嘅恐怖傳聞入邊，你有冇聽過鬼差館呢個故事？點解連差館呢個聽落好似好正氣嘅地方，都會鬧鬼啊？又到哈囉喂，聽人講不如自己做。師傅話乜差館唔係好盛陽氣嘅咩？點解都會鬧鬼嘅？聽人哋講，你知道40年代咧，警察好貪污啊，咁一貪污自然就好多啲冤案啊，砌生豬肉啊，咁啊自然含冤而死嘅人多噶啦。咁啊你諗下啦，咁重冤氣，點會唔多污糟嘢啊？據聞九龍區有一間差館特別陰邪，有伙計見過檔案室嗰啲證物漂浮半空，更加喺閉路電視裏頭睇到鬼影，搞到差館上下人心惶惶，最後都要請師傅嚟作法，先請得走嗰件不明物體。師傅啊，呢度真係好陰森恐怖啊！差館裏邊邊度係最猛噶？多數係拘留室入邊，即係同埋審犯嘅地方，因為咧喺個地方度咧，嗱你睇睇呢個位，走出嚟睇邊？嗱呢個副牆樓嗱，嗰度有個靈喺度啊，坐喺度睇唔睇到個女人啊？通常咧拘留室嗰啲地方就一定係最邪門嘅，因為嗰啲人咧喺嗰度俾人哋行屈啊、打死啊，或者自己自殺啊，咁佢就停喺個地方冇辦法走啦。你睇呢個地方幾邪門？你先，人哋嗰啲陰氣好重喺度，好寒喺度。走！我以為差館好安全啊，一入到去，分分鐘遇到冤魂野鬼啊！快啲嚟海洋公園10月全城 Halloween 百年香港鬼，一晚撞晒。我仲會喺海洋公園親身講鬼，10月31號見。